沈約，宋書，因行轉論。夫君子小人，雷墨之通稱。韜道則為君子，為之則為小人。陶雕，卑視也；板竹，賤役也。太公豈為周師，傅說去為殷相。非論公侯之勢，鼎食之資。名揚優則，唯才是與。帝於易漢之道未革。湖廣類繫農夫，白徹自為公相。王獻牛醫之子，叔道明動京師。且士子居朝，咸有職業。雖七葉泥雕，見崇西漢。而侍中身奉奏事，又勳獎御服。東方朔為黃門侍郎，執擊殿下。郡縣縣吏，並出號家。夫歌叔衛，皆有世俗。非若晚代，分為二途者也。漢末喪亂，危無此機。軍中倉卒，權立九品。蓋以論人才優劣，非為世俗高卑。因此相言，誰為成法？自魏至晉，莫之能改。周到郡正，以才品人。而舉世人才，升降蓋寡。徒以憑藉世資，用上令價。刀正俗事，斟酌事宜。品目少惰，隨時俯仰。劉毅所云：下品無高門，上品無賤俗者也。歲月遷我，師風漸篤。凡缺衣冠，莫非二品。自此以還，遂成卑庶。周漢之道，以至易儒。台第參差，用成等級。魏晉以來，以貴易賤。士庶之科，較然有別。夫人君南面，久從傲絕。培奉朝夕，而革輕視。階榻之任，而有私傳。既而因義合生，順有因故。無可彈之資，有疑親之色。孝見太子，主威獨渾。空自白絲，權不外假。而認政糾雜，理難遍通。耳目所記，事歸近習。賞罰之要，是為國權。出納皇命，由其掌握。於是荒途結軌，復囚同奔。人主為其身卑位薄，以為權不得重。曾不知鼠朋社稷，戶籍虎威。外無壁柱之嚴，內有尊容之功。世傾天下，未知惑誤。協朋樹黨，正義潰成。夫越蒼圍，構於藏字之曲。覆面承獻，出於言韶之下。南金北隋，來飾荒曹。素兼單柏，自皆兼兩。西京許氏，蓋不足雲。晉朝黃石，未或能比。及太宗晚雲，雷驚盛衰。權衡之徒，涉旦終戚。欲使幼主孤立，永竊國權。構造同儀，興樹和隙。帝弟宗皇，相繼屠剿。文亡宋德，雖非一途。寶造肅傾，實由於此。嗚呼！漢書有殷澤侯表，又有寧行傳。今裁其名，列以為因行篇云。